人形機器人量產嘅卡點咧係具身模型，具身模型嘅核心要素係模型架構啦、算力同埋數據。業界普遍將2025年視為人形機器人量產元年同商業化加速年。馬斯克嘅呢一 KPI 咧再度催化量產嘅節奏。整體嚟睇咧，最悲觀嘅6月減量同改型時期已經過咗啦。下半年咧利好催化遠多於利空，機構睇好9到10月份機器人再次出現國內同國外共振嘅行業。國產鏈有持續進展，國內頭部產商咧持續爆單，多家產商發布咗新產品同埋合作對象簽約進行融資。國內嘅利好咧密集催化。人形機器人相關產業鏈嘅港股分別有02432、粵江、9880、優必選、英普精密1286、德昌機電179、精順機創中國01651，同埋地平線機器人09660等等等等。相關嘅機器人概念股咧喺未來12月份有望出現行情嘅熱端，大家可以積極關注。